欢迎收看《台湾世界》，我是阿明张伟民。咱看到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哦，虽然是引起到差不多200多万人惊就惊头，但是买手咧可能受到疫情的这关系，能量嘛受到限制啦吼。而且咱们看到讲，中共7月初佮通过《港区国安法》哦，致使真侪过去反送中这抗议人士随即互人掠去警察局来去问话啦吼，甚至受到起诉。咱嘛讲到香港这阵情势真正无遐尔乐观哦，有的是透过这个水路走私来台湾寻求庇护啦吼，其实咱嘛讲到，这个7月这个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真侪波人士行这个水路要来台湾吼，咱嘛看到讲第一波吼，伫咧遮7月时阵，可能这个部分也是算顺利吼，但是大多数咧拢无遐尔顺利啦吼。咱嘛讲至少即阵吼已经3波，第一波来到遮的时阵来到高雄啦吼，咱嘛看到讲买手真正是较真正顺利，但是咱看第二波7月的时阵，咱嘛讲到7月18哦，这第二批的人吼有影淡薄仔艰难，努力的拄着啥，船无油啦吼，漂流到倒位。东沙这个群岛伫遮，咱嘛看到吼，这个所在，但是咧，即阵咱嘛看到讲海巡咧，甲因救起来吼，送转来，这个咱台湾这个部分吼，但是就去媒体人吼，这个北康讲吼，哇，这个陆委会是扣押因啦吼，就是讲吼，嘛袂当互因通电话啦吼，报平安等等，才嘛引发着真侪这个争议。另外一个更较严重的，咱讲伫台湾吼，有当时啊是可能是政治庇护成功啊，有人嘛讲吼，可能是咧扣押，但是伫8月时阵，即阵咱看到伫咧即条路红色的即条吼，有12个这个香港人，迄当阵嘛是要行这水路，但是伫咧度福建的这个外海者，就拄着这个中共的这个公安甲因抓落来吼。真正有可能是送中来去做审判啦，某人咧讨论讲，上济有这个无期徒刑的这个审判。咱讲哦，这个到底援助香港的这个机制安怎法制化，安怎来去处理啊？咱嘛看到讲，陆委会讲已经成立着香港澳门办公室要做专案的这个处理啊。但是在野党，亲像国民党，还有这个台湾民众党，才有到立委着呼吁讲爱修正港澳条例啦吼，有条件排除讲无经允准紧急来台湾寻求庇护的这些香港人。免吼，这个处罚吼，甲免去啦吼。但是咱嘛讲到，有人认为是这个援助香港的这个机制爱来执法吼，但是嘛有人讲到，这是颠倒增加着实务上的这个困难吼。到底吼要讲好清楚，还是讲吼，还是讲要写入去法内底，还是讲吼真正做得好，今日做伙来去对话。接定先来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到济南基督长老教会主任牧师黄春生。观众朋友，大家平安。第二位咱们邀请到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詹建元。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到中华亚太经营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大家拢真关心着讲，这个5个吼，这个来台湾的这个香港人到底是生也是死啦吼。其实因是平安来到咱台湾吼，但是即阵嘛有媒体人甲表讲，哇，其实吼连电话报平安都无啦吼，互处理的人真烦恼啦吼。咱先来请牧师，到底因是去互陆委会扣押还是无咧？在伫我甲即个香港的学生吼，因有甲我报这个代志，去足早就因就甲我讲啊，吼。但是咱对路线人啥，这拢袂当对我讲吼，因为这是咧救人的代志，尽量卖讲吼。既然后来的新闻报出来，咱即马就爱来讲，因敢是受扣押。OK。但是我所了解是，因拢有通过台湾遮香港的朋友，拢有联络伫香港迄边，讲因平安，但是即马为着安全的缘故，所以吼。因伫一个所在吼，伫遐安大安尼，是，就是讲这个台湾吼，香港的这个接头的人已经收到，因是平安无代志吼。但是啥呢？有这一件代志会逼出来，就是讲这个媒体人吼，伊这个姓曾啦，做姓熊啦吼，其实伊就是讲吼，可能伫遮吼，陆委会也好，还是讲民进党执政的这个政府处理甲无遐尔有路吼，致使伊联络无法度吼联络这个人，然后咱先做来看。
媒体人钟胜雄伫面册答文指出，今年7月18，有5位香港反送中的抗争者，经过东沙岛偷渡来台湾将近2个月，这人搁互扣伫陆委会手头，一点仔消息拢无。当时坦白讲，伊就是甲因带来台湾的主要协助者。对即马代志的发展，伊认为家己有责任替因厝邻的人了解即马的状况。陆委会对出无承认嘛无否认，行政院苏贞昌是强调，互因实际的帮助上重要。各界有不同的意见，相信都是同样这个心情啊。我们对于港人的帮忙，有些个案我们也不能透露啊，就是希望大家都秉持希望能给予最实质的帮助最重要。香港前特首梁振英表示，走到台湾的人涉嫌犯的毋是一般的罪行，就算是走到台湾，台湾当局嘛爱甲这种人赶开。根据香港电台报道指出，香港保安局对此回应表示，无收到相关台湾方面掠到倒翻的任何消息，但是佮讲，各负责任的司法管辖区应该互相合作，呼吁莫创任何伫香港涉嫌有犯案的人，而且甲因送回去。但对比进前，台湾要要求香港政府甲涉嫌伫台湾杀人的香港人陈同佳提供司法互助，说互香港政府拒绝。伫台湾的香港学者梁文涛认为，台港本来就无司法合作，台湾政府爱协助香港人的机制应该爱加强。这项问题两边都没有司法互助啊，他提出了根本没有意义啊，因为台湾一直都没有这个机制可以有证据庇护的机制嘛，所以就比较才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面对这个状况，没有比较积极去帮香港，真的。钟胜雄强调，恐怖毋那是即马安尼，嘛呼吁香港抗争者，若是有可能，莫过来台湾啊，因为香港最近增加真侪巡逻的能力。佮讲到前一阵仔伫福建外海互掠去的12个人，真歹判斷因的後續。呢差唔多20日啦，都唔好受咯，我哋都成家人都好擔心咯，都唔知你其實平唔平安啊，其實個人仲喺唔喺世上咯。這是12個香港人家屬頭一擺公開呼籲，因為因無法度聯絡到對方，且中國律師提出見面的要求嘛，互拒絕。台灣政府話講要支持香港為正常管道來台灣的合法無問題，但是敢有台面開的管道，經由媒體人鐘勝雄的講法，等於是證實。在港版國安法的威嚇之下，香港編寫聲連3點呼籲，無轉發、無回應、無留言，因為任何指令香港人逃亡的講法，攏會為留在本地香港人造成無必要的危險。記者台北報道。其實這件代志哦，引發到真濟的討論哦，到底吼是明講，還是講吼真正咱繼續低調吼，咱講安尼做就好啦吼，莫甲遮個路線攏總公開。啊，其實吼，其實咱的這個政府嘛有咧做，但是就咧討論講，到底法制化這個機制佇倒位啦吼？繼續要去請教咱的這個主席啦吼。其實咱佇咧這個7月還是8月初的時陣，私底下咱就講到這件代志，真正是迄當陣袂使講啦吼。但是這個媒體人安尼逼出來，你感覺伊的用意是啥物？但是照这个蒋先生讲吼，讲伊是董事人来主持吼参与这个援救的这个行动，安尼这个代志发生1、2个月啊，这个人下落一底吼生死未卜，伊做董事人当然真一定足烦恼的嘛吼，家属知影。刚知影讲，因遮主题吼，即嘛伫台湾是平安，确实的情形咱嘛唔知影吼，所以这部分啦，我是认为讲，咱政府啊应该互即个家属吼感觉安心吼，啊平安啊无代志吼，啊你做到遮，我感觉就会使啊，因为这代志。伫进前，若是讲会当互这个当事人，吼，这个团体大家有一个默契，吼，知影讲这平安，安尼咱信任政府，政府需要咱民间帮忙的时阵，吼，咱大家来合作来协力，来协力来做伙创啊，来做伙创，吼，这就会使啊。但是即摆就是讲，蒋先生做一个当事人，吼，伊烦恼这个代志嘛，吼，把这个伊的这个烦恼。给它表达出来，我就讲这是人情之常啦。OK， 伊嘛无讲到细节啊，吼，安那路线嘛唔是讲的啊，吼，所以我是讲，咱大家莫对伊吼有太多的这个责备啦。OK， 这个代志足艰难的，有人要愿意出来
来挺这个代志，来打这个代志，这是不简单啦。是，咱就来看伊这个面册是安怎讲的吼。其实伊这个面册吼嘛写真侪这个使人吼，这个会当讲是烦恼也好啦吼。会当表达出伊这个烦恼，另外咧嘛是讲吼对政府有期待啦吼，嘛袂当讲完全是这个批评啦吼。咱看到就是讲今年这个7月18日时阵，头拄也讲到这路线，伫香港出发吼，甲东山的这个时阵，咱嘛看到讲5名反送中的这个抗争的这个人吼，因即阵讲伫咧靠伫咧陆委会手头顶吼，咱嘛看到讲伫咧高雄到即阵已经2个月啊，即阵也无甲任何吼对我有这个拒绝吼。另外就是讲吼，伊是带因来台上主要的这个协助的人吼，但是如今吼，这个发展甲迄当初时想的拢无共款吼，伊真讲袂得过啦吼。另外吼，伊要甲即件代志吼透露出来，希望讲真正会当帮站因的人会当较早来去出手啦吼。另外上重要代志就讲吼，这需要帮站的毋若是这5个人吼，因需要建立一套原则的这个机制啦吼，这个机制咱等下好好来讨论，来帮助这个政治难民啦吼。另外咱嘛讲吼，特别使人较无爽快，就是讲吼，这有人吼，这人吼叫伊绝对爱激点点嘛爱保密吼，但是其实伊嘛无咧保密吼，因图的是啥物吼，就是爱香港人。点点啦吼，人权团体甲律师嘛点点，讲吼像伊安尼这个中间人嘛点点吼，敢若因有这个讲话这个权利啦吼，伊其实上尾一点是咧骂这个执政党啦吼。继续咱请教咱的这个教授安怎来看讲吼，其实咱头拄也嘛有听到啦吼，就是讲真正有伊的这个烦恼伫咧，但是安怎做会当搁较有路的，咱继续来请教教授。是第一吼，基本上我赞成主席的讲话啦，就是讲中生其实对于这个援助这5个人吼的过程啊，这拖2个月了后的烦恼，这我拢会使了解。因为事实上家属应该对真侪方法吼来探究讲这5个人目前的状况是毋是平安，吼人到底伫对，有法度甲家属联络无？有诶无？这我想咱可能拢知影这个情形啦，吼，所以可能伊做一个中间人，吼，我毋知伊做中间人可能是毋是对较早最头前联络，吼，安排这个水路，吼，安怎要安排来台湾，啊，结果不小心伫东沙也拄着，吼，即款的，即款是毋是这个其实伊做安排啊联络，啊，若是的过程当中，吼，其实伊一定知影这5个人是啥，吼，一定有这5个人的资料，是，吼，啊，一定嘛甲陆委会，吼。来做相对的这种联络啊，其实伊若相关的资料拢互因，互因来判断，安怎是较好啦，吼，这是第一个。那上重要是这5个人身份吼，基本上我还是希望卖公开，所以像这香港编程青年真讲的是对的，是卖转发，哦，卖回应，卖留任何这个言论资讯，为什么？因为你后来佫有人要共款哦，可能需要这款的倒三角，要行这款的方式，有诶无诶，所以基本上我想中生可能是烦恼啦吼。不过我较好奇是伊伫迄个 FB 顶头讲的迄句话，伊就讲上尾啊两个部分啦吼，第一个部分是较好奇说，伊特别有点名，伊可能心情上嘛做郁卒的啦吼。伊讲特别互人袂爽是讲有寡要叫因爱人讲的遮个人吼，其实无你讲无你保密，啊，遮个人是啥？啊，无你保密是对象讲。OK，跟说实在，那毋是中生，伫 FB 有嗲他这样这个文章出来，其实上可能社会上关心这个代志，知影可能就少啊，关心人可能更愈少。是，所以到底是啥无你保密吼？我想讲这个部分可能爱互大家知影一下，为虾米？因为这个部分互大家会注意个，哦，可能遮个人未来吼。可能会对这香港的支持民主的这少年人，可能有这种方式爱注意，不要做危险，这是第一个。所以我讲遮个可能应该需要讲清楚好啦，吼，莫无这样淡薄误会。啊，第二个我要中生讲的无唔对，吼，就是讲需要帮助，毋是这5个人，吼，需要一个较明确迄个援助的机制。啊，毋过这是有的，哦，当然咱会使过来讲，吼，只是讲即马拄着即马。疫情的关系，其实你香港嘛无法度来台湾，所以较有可能有淡薄少年人可能受到这压力，香港即摆即款的冲突，所以平时讲伊爱寻求这水路的方式，来走出来台湾，其实讲实在，会使低调，上好是低调来处理，按即摆看到是讲基本上。安怎讲咧？你若走出来的时阵，我若想看卖一个正常的情况吼。你若是水路走出来的时阵，
基本上你若好海巡啊掠着，一定会第一你要先清存，要清巡嘛，咱叫做清巡，是讲了解你是啥，你对倒位来，你是啥物身份，你来要创啊，你的资料，你可能讲你要来寻求政治庇护，你的资料，你的状况是安怎？这款物件基本上，这个时间可长可短，你可能，你若物件做完整的时阵，你可能半个月一个月，你可能物件无完整，你走水路要过来，可能物件拢无遐济嘛，所以你可能需要完整的迄个调查的过程嘛。是。这调查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什么？因为你唔知伊是水路的这款走私过来，是为着政治上受着拍，还是讲可能有个其他的因素，你可能因为你国外来看就知嘛，可能有的可能是罪犯。就是背景来调查好势。对，这一定有这个过程，唔是讲这个少年人就是有问题，而就是讲规个过程，迄是政府本来就有的过程。这个过程你有长的哦，长的可能3个月、半年拢有哦。这个期间阮上调是这5个人有平安无 ？OK， 这是上重要的代志。是，有好的待遇无？这是上重要的代志。那这款物件政府会使出来挂保证。我是讲会使互大家安心，安尼就好啊。剩的互政府来继续处理。是啦，政府即阵拢是用着什么？都是个案拢无变搁加去讲但是咱嘛看到讲，即阵即个牧师嘛讲到，因即阵有平安啊但是咱嘛看到讲，伊所盖楼的透露的，就是讲有人叫因点点但是有的人无要点点，这是咧讲民进党的这个政府嘛？在阮帮站的经验内底阮是。做但是拢无讲啦，所以这代志其实后来帮站的人其实真济但是阮拢袂去讲伊安怎入来伊叫做什么名，这拢袂当讲出去的。所以我是感觉讲，伫这个香港边亲因咧讲起讲迄个组织路线甚至做法拢袂当讲。是，阮的态度嘛是安尼。嘿，就是讲今仔日人来到台湾。伊遐是讲陆委会去甲扣留扣押，但是你甲想看卖，落伫陆委会较好，还是讲落伫海巡较好？海巡就是伊是这个走私的嘛就是爱去正路啊，去正路去遐爱送转去的呢。但是陆委会这是算保护。嘿，因为阮有甲有一寡帮站的需要，阮嘛会甲政府的部门做阵。请因到协助安尼，阮爱甲保证等等遮的，阮是感觉讲实际上，阮咧做的时阵，这个方法拢过会通啦。OK， 就是讲即阵虽然有人咧话讲爱修改这个香港、澳门这个条例这个部分，但是即阵陆委会讲专案处理，你认为也是行会过？阮即摆就是咧行。但是安怎方法，我当然是袂当甲大家讲伤清。有影啦所以咱嘛一直咧强调，有的物件真正会当做，但是袂当去讲啦所以咱嘛要看到讲，即张图就是讲香港这个变成青年因所写的这个文章啦其实无济，但是有一个进展啊，伊个看到遮，这个讲这个华语讲正正字，也是讲这个咱讲这个广东话讲的正正界是这个常识，嘛是这个当路人的这个共识啦真正就是做点点，咱去低调来去行代志，做代志啦尤其讲到啥，香港国安法，咱头拄嘛讲到这个7月初1开始的这个恶法即阵也是指认任何香港人这个逃亡的组织、路线、做法相关的这个描述拢会互这个在地也留伫咧本地香港人造成无必要的危险你要行水路来到遮其实因遮有接头的人对面伫咧香港遐嘛是有安排遮的人所以对因真正会造成无必要这个危险，所以因呼吁莫个转发啦莫个回应，莫个留任何会当牵涉到香港逃亡过程甲细节的这个资讯就到即阵，台湾的公民社会一直甲因是行共路，对过去捌支持过，还是讲协助伫台湾的香港人，也是讲咱讲到参与过挺香港行动的台湾朋友，因拢非常的这个感谢但是请会记咧，香港的香港人，即阵也是受到中国极权的这个直接的这个威胁内底啦咱嘛看到讲，大家请停止，拢无正式当透露讲，遮控制者遮的言论伊这篇嘛写了真对，就是讲真正伫咧香港。遐接头的人，也是讲安排的人，其实拢受到危险但是咱头拄嘛讲到，虽然这个蒋先生，
伊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安尼一出来，伫香港的人遐要安怎？咱继续来请主席。其实蒋先生是无讲到遐个细节的吼。咱知影讲，即个这个东山这个事件，主要是迄个自由亚洲电台是甲中国时报吼，伊做完全的这个报道吼。中国时报的立场，大家较质疑啦吼。伊是报道详细，就是中国时报。是。蒋先生就无讲到遮，所以咱我是认为讲，咱大家莫对伊吼伤责备啦。OK。这做这个代志真正是足辛苦的啦，吼，无简单的代志。但是我认为吼，这个代志就是讲，类似这款的这个案件吼，咱要来处理吼。这个假条是讲咱政府吼，还是讲媒体吼，知影这个代志吼，咱尽量要保护这个当事人这个立场出发。OK。但是呢，这假条毋是讲伊的家属吼 OK， 无得到任何平安的消息，安尼这都唔对啊。OK， 吼，因为咱知影嘛，咱宪法嘛规定啊，讲迄个人若无去48，互政府吼任何有关单位吼掠去48点钟吼，爱转移到法院来处理，吼，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迄个确定讲这个人是平安的，伊的人权会当受到这个法律的保障。这我看这个是这个普世这个人权的原则啦。OK， 所以咱处理这个外国人吼，还是香港人，我认为咱的政府的单位吼，总算是讲咱的初衷是善意的。善意的吼。OK， 但是你这个法律的这个手段吼，这个定数吼，你嘛是要照顾到。OK， 好，但我觉得爱提醒你讲，确实是讲吼，咱即摆的行政定数法吼。确实有规定啦，讲外国人啦，吼，香港人这境外人士吼，无适用咱的行政执行程序法啦，吼，这是人权保障一个漏洞啦，吼，所以即摆海巡安尼做是无违反咱国内的法律啦。但是我认为讲，互这个当事人还是讲家属吼，登记若是讲毋知影因这个主题这个下落平安安那吼。这是伫人情世故，OK， 较讲袂过啦。OK， 但是我嘛要用到这个民主进步党这立委郑运平，伊所安怎讲？伊讲哦，莫透露互中间人，也是讲亲朋好友啦吼，是一个封闭的这个措施，你认为？我无同意啦。你无同意？安怎讲？互家属知影这个代志，本来就是这个是人情世事啦吼。人情世事嘛，而且这嘛是普世的这个法律的原则。OK， 比如讲为咱过去甲中国咧谈判这个。咱对于台湾人伫大陆互伊扣起来吼，是种咱爱有人事探视权啦，人道探视权啦，都咱官员先去看，就是安那，知影上这个人是毋是平安，哦，这个消息爱确实掌握，也人性的安全啦。是，好，所以这亲友哈，这样最近的亲属哈，或者是这个当事人哈，他信任的亲友，他愿意告诉谁，这是他的权利啊。第二个，你要怎样啊？李像来讲，以这个侦讯的过程，你嘛爱好，你确实爱好一个迄个有这个律师啦吼，会使协助吼，以安尼来应付这个协助啦吼。是，这律师嘛，所以讲从这个代志讲，可能牵涉到这个个案的这个秘密。是，律师基于伊的这个职业伦理，伊就卖讲嘛。OK， 但是这个对当事人应该有的这个法律权益的这个保障吼。还是讲这应该较有的这人情世故的照顾，我是认为讲咱会使做较济啦。OK， 我咧想讲吼，这个咱讲郑运平会安尼讲吼，莫透露互中间人是讲亲朋好友，尤其咱讲这个香港吼，可能你做咱讲反送中这个抗争这个运动，其实你家己是这个抗议者，但是有当时啊处理是反对你的，还是讲吼这个家庭革命真济啦吼。有安尼议论无？咱继续请教秘书长。是，我想讲伊安尼讲吼，是主要是针对规个通案来看。OK， 吼，伊是讲你若内容的部分来看啦吼。第一，伊的意思是讲，因为你即摆若讲出去的时阵，你毋知遮伊家属吼，还是讲中间人，吼，伊到底是毋是去甲别人讲？譬如讲你若去搭伫 FB 顶头，吼，还是讲你个你甲处理的讲，哦，香港你毋知有互人敢听无？你若敢听了，去甲谁讲，去甲谁讲，安尼迄个过程，迄个技术吼，可能今嘛大概没有这么成熟的时阵，是毋是不要有需要冒这个风险？哦，再考虑一下。啊，对，特别是对这个5个人。OK， 好，我相信香港政府一定去注意。
真认真甲因注意掉对啊，佮伊家属一定拢甲顶掉的啦。所以其实你安怎好好啊处理，吼，这是爱思考的。但是毋过我赞成主席讲的，人情世事爱先顾，嘛是爱顾。上重要你也只上好在是平安的。OK， 好，像咧平安了后，你是毋是合法的？啊，你是违法的？啊，你是符合所谓政治庇护的要件？迄个来讲，啊，是平安这个大家好告诉知影。OK， 这是一个吼。啊，这是个案的部分。哦，啊，那规来看的时阵吼，我是感觉，政府应该啦，吼，上无应该要小讲一下，就是讲啊，即马若处理到即款你讲水路招书来即款啊，要做要找庇护的，要因安怎处理？吼，譬如讲啦，我伫药，我毋是知影确定哦，不过我伫药啦，吼，香港澳门条例内底其实有14条，第14条甲第14条之一。伊有伫讲啥？伊有伫讲，你若是非法入境，就是即款的吼。你若水路走私以外的吼，伊有伊个制度叫收容，吼，即个说你就是甲你关起来，哦，啊看你的情形安怎，啊要把你送转去无？吼，啊伊一届就45天哦，啊佫会使延长，佫加30天，啊佫来佫加30天，吼，所以伊有一套安尼，啊伊即个过程是，即个是啥？这是102年啊103年的时阵，吼，大法官释宪。710，吼，是迄号文来改即个条文的，所以伊基本上即套的机制做完整的，落长做长的，哦，啊，迄个程序拢做完整的，所以基本上你若是行即套，啊，你着甲社会讲得清楚，你若是来的时阵啊，歹势，咱即马是先行即套，所以即套的过程当中时间有较长，吼，啊，自由会受到限制，吼，啊，你可能无度甲家属联络，吼，啊，但是你的安全咱会甲你保护。就是讲这个机制有啦吼，但是你就是爱说明清楚。虽然你嘛是专案处理，但是你用什么方法来去处理？这叫收容。毋过这款收容甲因为被庇护来的，吼，迄个人权是毋是爱较有保障呢？吼，迄个无共啊。我是讲先举例，就是讲上无你有爱讲好清楚，你的 SOP 是啥？我讲安尼大家较会放心。讲好清楚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其实这个郑运平吼，郑运平啦吼，咱无讲的，伊佫有另外一句话吼，就是讲啊，可能咱讲陆委会已经帮伊安排这个新的身份，嘛有可能啦吼，还是讲新的这个背景吼，莫佫互因甲过去的这个人来去计较吼。但是真侪人吼，亲像在野党，伊安尼讲吼，咱讲吼，这5名这个示威吼，连这个走私客吼，这个待遇拢无啦吼，啊嘛无律师啦吼，蔡英文政府干那停香港是讲尔，啊民众党是讲啥吼？到底会当做袂当讲，还是讲无做袂当讲吼？这个无做袂当讲，可能这个牧师才会当发挥一下吼，还是讲这件代志，独跟香港人来台湾，是毋是干那有专案处理？啊，法制化到底要安怎遵循吼？另外，咱嘛看到讲。这个张博洋吼，伊讲吼，中国嘛知影即阵人吼有人咧逃出来吼，嘛有人围堵吼，只要台湾低调咧处理，中共都无借口来去提突，也是讲吼啊，台湾又过来干涉我的这个内政啊吼。另外，陆委会则讲吼，即阵已经有这个人道援助的这个机制啦嘛，符合条件吼，嘛会互因帮助，莫去做无必要的这个上康上芳吼。政府嘛袂针对个案来去做一寡这个说明啦吼，所以咱嘛要看讲。到底法制化吼，这个机制是安怎吼？其实这个在野党嘛提出着建议，先做来看。8月底，想要偷渡的12个香港人，到当要去互中国亲近警方关押掉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捌讲，伊是想要甲香港为中国分裂出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5表示，这群香港人主要是涉嫌非法入境，是属于中国司法管辖的范围，由中国来处理是真适当。林郑月娥嘛指出，这群香港人伫咧香港涉嫌犯罪，登记互通缉，离开香港是为着要闪法律的责任，而且其中有一个人违反國安法。亦都係有意無意咧，就係描繪到好似12個人咧都同國安法有關。我剛才講咗啦，只係有1名人士咧係涉嫌違反香港嘅國安法嘅。因若外口傳講有5個香港人偷渡來台灣，已經去予陸委會扣留到單，還未放出來。林鄭月娥嘛講，香港警方暫時已經向台灣相關嘅單位確認，不過目前還無得到回應。警方已經係向台灣查詢，但到今日為止因為查詢咧應該係昨天先至進行嘅，今日為止咧我哋冇收到係台灣方面嘅任何嘅回覆。因若國民黨立院黨團甲文團會15小連續舉辦記者會，批評蔡政府選舉進程停香港，選舉了後放殺香港人，而且講目前嘅救援方案無法度提供香港人實際保障，應該喺修正港2條的第18條，互政治庇護有法律的依據。
这个是国家诚信的问题。我们是一个讲究人权的国家，我们严厉的谴责这样子的执政党。新的会期，我们再强调一次，我们会把修订感冒条例作为国民党的优先法案。一定有一定的 SOP， 也拜托中国跟国民党不要说一套做一套。反而是在欺压香港人，让台湾救援的机会。陈定辉强调讲，无论是政治庇护，或者是经济庇护，政府拢有协助的管道，和中国有借口来阻挡甲打压台湾的合作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到底这个机制化吼，会当安怎来去讨论，安怎来去进行啊？其实伫咧这个咱讲7月初进前吼，这个国安法通过进前，咱就咧讨论讲，这个港澳条例爱改也无爱改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即阵陆委会已经是有做到这个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吼，就这个要读册啦吼，就业投资也是要直接大吼，咱拢有人道救援吼，甲关怀的事宜。但是这个贷款会也好啦吼，咱讲吼，即阵港澳条例第18条吼，无进一步来去制定讲更较明确的这个细节，也是办法啦吼。伫咧法律上这个授权是无充足吼，政府嘛应该有一套这个完备的救援机制啦吼。另外，这个民众党嘛继续来去讲吼，这个修正这个港澳条例吼第18条明定香港、澳门人士特定理由来遮吼，互离开吼，必离开这个香港甲澳门吼，爱向主管机关来申请庇护啦吼。继续申请到牧师啦吼，这个第18条爱改莫改。在伫阮的经验吼，阮即摆咧做的其实无改，阮嘛是咧做啦吼。无改嘛是咧做啦是嘿，主要是讲吼伫咱咧帮站的这个中间对旧年较大，吼。包括安置吼，伊的生活费用、因的就学、因的医疗，是其实这拢伫台湾的 NGO 甲政府互相的配合。嘿，即摆当然政府有成立这个交流班，交流班迄个窗仔口拢对遐去。OK。嘿，若有需要，阮来协助的，阮甲介入，吼，去。个案安尼来去协助，就是讲，即阵已经咧做哈，但是受到这个疫情关系，这个人数也无法济。但是疫情若过，人数若济，这个香港澳门条例第18条，亲像讲，因为这个政治因素、地区因安全受到疑虑，这个法可能就有改必要嘛。其实阮咧帮在中间吼，就是讲对伫咱台湾的安全，咱来固守，这个是上要紧的啦。譬如讲，伫今年我所了解，差不多有5000个这个学生要入来台湾读册，要转来要入来台湾读册，有诶拢超过20岁。OK， 因爱提出迄个良民证，你个良民证因可能无法度去开啊。是，这要安怎去讨 ？OK， 这可能政府爱有一套方式来做。对。OK， 头拄仔这个牧师有讲到吼，5000名这个香港、澳门这个学生囡仔是比过去济7-8成啦吼。是。这7-8成来。当然，这个机制要好好来审查一下，尤其咱讲过去台湾嘛，这款历史啦吼，就是讲你来遮留学吼，有人甲你对，伊可能是去这个职业学生来去对，所以这个审查的机制都更加重要。继续咱们来请教这个主席啦吼，虽然咱头拄也讲到这个香港、澳门这个条例吼，真侪在党话讲要改，但是这若一改落去，真正实务上会更较困难吗？我是认为讲应该要加强啦，加强吼，无一定是要直接来改法律啦，上少你迄个施行细则吼，迄个行政命令啦，还是内部迄个行政的规则，是你要出来嘛。比如讲，这个人来，若是按照18条，还是讲按照这14条非法来入境哈，是，伊是来，伊是迄个若是讲有政治的因素伊是算政治犯嘛？政治犯是无要遣返的，是。你都袂使，你都袂使讲关系政治啊。所以这爱一定有即马咱的即马制度吼，收留制度另外处理的这个制度一个观念。这吼是咱即马的法律当中无的。OK。甚至这个行政命令嘛无。所以我认为讲这部分加强这个补充，互咱的迄个政府部门伊要处理这代志的时阵，知影讲要安怎做，因为你个案处理即摆就少人，即摆人伫海巡，伊海巡的个案去处理。人若伫迄个机场一内，迄是移民署，移民署个伊的个案处理，大家无协调啦。所以你爱互在政府的官员，伊要知影讲有啥物
咱处理这款境地的难民吼，有啥物基本的原则吼？这案件入来了吼，有啥物标准的处理的这个定数？好，这是互咱的政府的这个官员公务员啦，伊做代志吼方便啦。我是感觉这是爱加强啦。另外就是讲比如讲这政治难民吼，伊来台湾的时阵吼，跟这个偷渡客无共的所在，讲偷渡客咱有一个这个收容制度，是。但是呢，境地法呢，按照这个国际法来讲吼，即马2016年吼，这个联合国吼，有一个这个全球的这个移民跟难民的这纽约宣言，是。伊规定安呢？对这个境地法有一个临时保护的制度。OK， 临时保护制度就是吼，咱伊的生活啦，安那个照顾。另外呢，就是讲伊安那去比如受教育，还是讲职业的训练，不论伊是要留落来，是讲未来发觉伊毋是无符合咱本国这个境地法保护这个条件，是爱去第三国，还是讲遣返，伊上少会当这个期间，伊学到一寡。技术 ，OK， 安尼伊未来吼，伊生活伊有法度家己去解决。这是即摆迄个国际上吼处理这个境地难民吼，难民吼有一个一个保护的原则啦吼。是，咱这伫咱的台湾这法律拢无嘛，拢无这个观念嘛，吼，所以这个案处理了进来，吼，你政府的预算面那边吼，对一个部门来照顾，若是讲要委托民间，这委托的契约吼，是变安那规定较好，吼。讲好详细啦吼，尤其咱看到讲吼来台湾的这个香港人吼，真侪种方式啦吼，有看到这个7、8过，遮吼透过这个水路走私要来台湾的，但是咱嘛有看到讲过去吼，嘛是去互掠去中共吼，也是讲中国的这个咱讲林明基吼，当然阮册店这个头家，伊嘛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停留伫台湾吼，伊安怎看这回大事，咱吼做回来看。针对台湾媒体工作者正向向逼讲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少年人来台湾寻求庇护的代志，总统蔡英文过去就表态讲，台湾无需要难民法，强调港澳条例就法度专案处理。不过，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益雄认为，要有法律的依据，才有法度真正保护香港人。就这5个人，吼，其实拢凸显出我国的监护院该案一个非常明确。制度性的保障，只要是符合难民公约加寻求庇护者，也作为国家中应该按独立的机会，在那个申请庇护的审查机制。政府会当利用即马比如讲移民署所有的这个收容所，来个暂时做安顿，无就是讲委托民间专业的团体做这个生活和照顾，嘛使做这个医疗，还是讲心理这个住商这个照顾。当乐湾册店的店长林英基认为，等下疫情较厉，需要寻求庇护的香港人会更较多。因认为蔡总统即阵对香港人的人道救援方案，其实保留存有的空间，对香港人其实有利。中国大陆叫你们干。他们已经把一个很简单的可以做的事情变成一个复杂的。我所知道的是，中间有一个空间可以处理，它是一个没有所谓的很清楚的法律条文嘛。这阵疫情也未完全冻点，香港的政治和经济，佮因为国安法受到未少影响。面对不安的社会趋势，香港人要好起好强，台湾又会当出偌侪力，也是这种动眼睛的一大挑战。记者民进陈玉水台北报道。虽然看到过去这个蔡英文总统已经表态过台湾无需要这个难民法，但是咱头拄啊这个主席嘛讲到有这个难民，也是讲爱保护因这个原则伫咧。但是咱嘛看到讲，哇，林明基先生啦伊嘛讲台湾即阵做了袂歹，咱继续下秘书长安怎看咧？是因为林基先生伊是用到处移民的方式去买，然后差不多一年摕到这个身份的方式，再来讲其实这是两个无同的概念嘛。概念第一个就是讲未来若疫情较好的时阵，即马香港的朋友会使自由的对香港到台湾来，的时阵，我相信有足侪香港朋友可能会到台湾来，就要住伫台湾遮。这个时阵港澳条例内底，应该是几条，无要紧，港澳条例内底有
16款的方式，互你会使留到台湾。这16款的方式内底，你基本上你来台湾满一年，360个天你拢卖出去，满一年基本上你就会使申请定居，所以定居就是摕身份证啦。所以这个方式其实足紧的。足方便的，你资格若会使，比如讲，你若是教授，你来台湾教册，你找着所在啊，教册一年，你有好白领的工会，你才申请。像林隆基先生，即摆是600万台票，台北无偌济啦，差不多150万港票左右嘛，所以对香港来讲，这个门槛无讲足悬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式。你可能嘛是你可能嫁互台湾人，还是娶台湾人，这嘛是一种方式。所以你都有16款，这16款内底其实对香港人是非常非常的方便。那即摆对大陆人，对外国人无遮紧的。你若一般的大陆配偶差不多是4加2 6年嘛，你若外籍配偶基本上是4年嘛。你即摆是香港的朋友来的时阵，你若按照这16款的方式，只能去看1年。非常的紧啊！对啊，这方式拢足清楚。所以你若是未来啦，我讲未来，其实香港的朋友若因为烦恼香港即卖政治的问题，香港这个国安法的问题，其实你若要移民来台湾，其实政府提供足侪方式。你若无了解这个方式，他讲啊，陆委会7月嘛成立迄个办公室嘛，你会使去咨询，去问，去寻求协助。这是这个即马合法一部分。毋过就是有淡薄的朋友，第一，伊可能这16款都无法度啊，伊就是不会资格就无法度。第二，伊有可能香港的警察甲盯咧，还是讲伊有互人限制，袂使出去时阵，伊就要用招数的方式。这个部分，这2款的情形，咱再转来讲，较多讲的标的18条。这18条内底，我嘛这样想，是讲即摆18条内底，只讲一句话尔。你若因为政治因素，来台湾要寻求庇护的，政府会使合作。无啊。是一句话尔，要安怎合作，唔知影，所以这里民意讲这个有春秋的这个空间伫嘛对啦，这合，不过我就是我讲的，你合作较多讲的，你甲施行细则办法，还是讲 SOP，你若有一个会使互大家知影，讲你未来若是选这条路来的，你可能是1年的问题你来你个要迄个，阮会使互你安踏，安踏一下，你讲安踏安怎讲，你基本上人生一定受到限制的啦，因为我唔知你是不是符合这个资格。不过安泰时阵你可能有律师，生活会使甲你照顾，相对来讲你唔是收容的问题，这可能会使讲得清楚。不过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甲你100%保证，你一定完全符合这个资格，会使留落来寻求庇护。这无一定的。所以嘛是讲到台湾这个审查非常的这个重要另外咱嘛讲到，真侪香港人想要来台湾，但是这嘛有一个重点，就是讲过去。真侪亲像牧师安尼，这个团体咧斗帮站斗3工，因香港人来台湾，佫有一个重点就是讲，真正因会当伫台湾变做一个接头，甲因遮这个香港人有需要人，拢甲照顾起来。继续请律师，这个牧师啦是，阮伫去年的中间，其实已经接触真侪拢投资移民来台湾的。是，因遮的人其实因嘛有一个心来讲。我要来照顾香港家己的青年，所以讲香港人照顾香港人，莫造成台湾人的负担。因为有这款的想法呢，所以后来因遮投资移民入来，其实足侪人，有的人讲，牧师我会当做家长，因为伫阮教会内底，阮都香港团契，因就讲伊要做家长，所以斗3工。有人是来到伫台湾才生囡仔，伫遐有人甲斗3工，生囡仔伊即马无法度有身份要安怎？因为咱台湾毋是伫台湾出世，你会当摕身份证无即个，所以伊迄无身份，咱搁爱去甲斗3工，其实拢真多谢咱的政府，其实对伫遮香港的遮的朋友咱拢有一套即个。个案的处理啦，是，包括就是这个个案当时变做通案的这个方式大家嘛真要义安尼啦。但是这个可能时间爱搁等一下啦，无遐尔紧啦咱搁继续请教主席安怎看咧？就是讲真正若是讲这个过渡时期专案处理已经处理到遮好势啊，就真正变这个咱讲写入去法律内底嘛。尤其讲这个蔡英文总统。头拄咱影片内底看到，就是讲伊嘛表态过，台湾真正无需要这难民法嘛？这是毋是要到法律的这个赞助我是认为讲这
会使个讨论啦，吼，比如讲咱台湾咱的社会可能即马就真同情香港人，但是讲要收留比如讲啦，叙利亚啦，可能大家都较讲这可能较远去啊。OK， 好，所以是不是要制定一个难民法哈？我是认为台湾的共识可能无关。OK， 但是呢，你针对这个香港人来照顾，咱这个港澳关系条例本来就是特别法嘛，哈，特别来针对香港来做这个规定。是。上重要就是讲，互咱的这个接到案件，这个公务员第一线的公务员哦，是。伊知影安怎处理，因为你讲这原则啦，讲这专案的处理，这拢是高层的政治决定。OK。但是迄个事务官吼，实务上咧操作诶，啥拢无啦吼，啥拢无啊，所以你爱互伊知影讲，你爱安怎来执行你的职务嘛。是。我有冇听过足侪，就讲第一线吼，就感觉讲啊你，咱个人走来搞找麻烦。有当时啊，迄个服务的态度吼，真无好，口气就无好啊。嘿，我听过足侪这案例啦，就是讲伊唔知影咱政府的态度立场是安怎，因为法律无规定。OK。所以。这部分是我是认为爱互咱的公务员啊，这方面爱有足深的认识。安那上方式上好咧，都是有一个规定落来。这个 SOP 当时建立吼嘛是大家真关注的吼。不过咱嘛讲到吼，伫台湾会当吼透过这种方式，水路也好，还是讲投资移民的这方式，伫台湾真正是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好啦吼。咱看到讲这条水路要出来的时阵，伫咧福建的时阵都去互炸落来。啊，其实哦。拄到这个，唔那是乌水沟尔吼，伫咧福建这个外海遮，应该面对着这个公安这个部分吼。虽然讲12名即阵去互送中啦吼，反送中即阵送中去啊吼，因可能都要面对着无期徒刑吼，上济。那么讲到，就是8月23的时阵，因遮吼要行水路走出来台湾的时阵吼，中共啊这个海警炸落来，然后向靠压去吼。啊9月13，咱嘛看到即张图吼。迄当阵就警方通报啥咧？8月23的时阵，看到讲哦，新村遮啦吼，有即个吼检残即个分局，讲12名非法下界即个人员吼，要投下着警戒吼，已经去互采取着刑事拘留、强制来等等的这个措施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国际真正有真侪即个声援吼，但是即个声援。敢真正有效？咱先来请这个秘书长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伊讲啥？伊讲吼，民主运动人士啦，佫变成香港人权恶化一个真可悲的这个案例。但是虽然咱讲国际咧听，但是这种国际的声援，中共嘛无家己看伫咧眼内，你安怎看咧？是，你就看到迄个美国国务院的迄个发言人吼，奥塔斯，伊基本上伊都讲这是香港的民主人士，吼啊，互。这个中国的海警去抓起来，吼啊！伊去安尼批评的时阵，中国外交部发现华春莹逐工嘛，你讲答嘴讲的吼，伊就讲啊，伊唔是民主人士，啊，伊是分裂人士，啊，咱就知吼，伫香港你支持民主的，吼，伊讲唔是就是是啊啦，吼，像伊伫香港支持民主的，啊是支持香港爱有家己的自治的地位，啊，这款唔是民主人士是啥？所以伊基本上伊讲企图将香港对中国分裂出去，啊，这就甲你讲，伊就是支持香港的民主，香港支持香港的自治啊，吼，对，所以基本上，即马上重要是安怎讲？就讲即马中国掠登去了后。伊就变成直接送中啊，啊送中了后啊，基本上迄个中国就直接审判，吼啊审判，即摆较好去啊，一直中国掠去，啊你中国审判是按要用啥？要用中国的法律，啊是要用迄个港区的国安法，伊只要人伫中国哦，你侵权哦，吼啊，毋过你港区国安法理论上敢你香港你用尔。好，啊！你即马伫中国，到底要安怎用？好，咱就看这个案例，就知影讲，伊其实爱安怎用就安怎用，所以无一国两制啦，就是一国一制尔，一国一制啊，伊要安怎讲就安怎讲啦，这是对的。啊，毋过另外一个较可怜的是吼，卡多阿 BC 也有看到，你看到香港的迄个特首林郑月娥，伊嘛咧讲嘛，伊讲。无问题啊！哦，遮个人啊，就是违反中国的法律啊，啊，互中国掠去啊，啊，这应该就是互中国去处理就好啊！吼，啊，我相信中国会公平的处理嘛。伊相信，啊，咱敢有相信？所以真侪这个吼，香港人就讲林郑月娥无配啦吼，无适合做香港人的这个老母啦吼，真正就证实这点嘛。对啊，无对，你嘛讲两个代志。第一，这12个人
即马状况安怎？是你嘛要去问啊，你甲卡多讲啊，你来问台湾讲卡多迄5个人的状况，啊，即个10个人，伊就真放心交互中国，互你啊嘛，无要紧，啊你讲啊无要紧，中国会好甲伊审判，吼。啊，即好审判，你的是你的香港的即个市民吼，嘿，啊你无去保护伊，你边仔讲风凉话，吼，其实你看才看到就知影，讲基本上香港林郑月娥已经囥伫边仔，伊个原来看北京看中央咧讲啥来处理，哦，啊中央若讲遮个人是就是讲遮毋是民主人士，遮个人是迄个违反国安法的，啊就好对啊，中国会好好处理，所以其实吼，我搁来讲一句啦吼，足侪香港。热爱民主的，吼，啊，遮个人士，那未来真正要出去，吼，要来台湾，咱真正说吼，即摆我相信中国一定伫香港周围布满重兵，吼，遮海警啦、海巡啦，啊，遮个船一定拢伫定咧看，吼。第一，咱安怎的组织，也是迄个路吼，唔通互公布出来，互遐个人知影。第二，若有法度对合法的方式到台湾来吼，咱是过来未来先透过合法的这个部分吼，方式安尼吼，第二你嘛较完全，第二你袂互人莫名其妙就互人送中去，哦，这是最重要的代志。讲嘛，真这个粗残啊吼，嘛是讲真可怜啊吼。过去咧反送中，即阵去用送中去，啊嘛是亲像秘书长所讲的吼，若是你会当透过先合法的这个方式吼，先透过合法方式，其实台湾拢有真侪机制会当甲恁斗3工斗帮站吼。继续咱搁请教这个牧师啦吼，咱嘛看到讲哇，中共哈，还是讲华春莹安尼咧讲，国际声援，咱是讲有看到啦吼，但是真侪为虾米其他国家会当去，因偏偏选到台湾咧，你安怎看？因为台湾伫当然是文化语言较接近吼，啊，另外佫接近伫即个香港吼，我想因来到伫台湾啊，第一个找因较熟悉的所在，是啊，遮过去本来就是香港留学生较侪所在嘛，所以因伫遮咱嘛有真侪国际上的朋友，譬如讲教会甲香港的教会拢有连结吼，啊，即款的连结真自然。咱旧年的物资会到伫香港，甚至因后来因会来到伫台湾，第一时间会找伫教会，啊，其实这甲这个彼此的关系真接近，是有真密切的关系啦，嘿，啊，所以我会感觉讲，咱咧做的时阵吼，互遮香港的朋友知影讲，台湾是一个因会通伫遮做导闪的所在啦，嘿。啊，避风港安尼是有影啦吼，互即个香港人有一个避风的即个所在，都伫台湾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因为大家想要行水路，可能真正足侪方式拢试过来，国不之中选择透过海吼走私即款水路的方式啦吼。咱嘛看到即阵是12个，咱讲香港人去互送中去。咱嘛看到罗冠聪吼，佫有真侪爱香港的人士伫咧国际吼看报纸也好。也是讲伫咧吼 Telecom 头顶，也是讲伫咧真侪媒体啊，社群媒体拢吼看到即款的即个文章啦，还是讲图啦吼，就是讲吼伫咧咱看到真惊吓，即个暗时因就伫咧大海内底，望因真正平安登去到即个香港吼，因遮继续咧拍拼的人也佫真侪，但是吼 Save HK 12 Youth 吼，个 Fair Trial in HK 啦吼，但是咱看到讲。Fair trial in HK， 但是问题因都毋是送去 HK 啦，咱继续请教主席啦吼。这尾啊，咱嘛讨论着讲，因可能会面对着这个中共审判，是可能无期徒刑，甚至更较重的这个罪行啦吼。因敢有真正接受这 free trial 这个可能？这当然是无可能啦，因为即马若是讲牵涉，因为其中有一个人牵涉到这个国安法嘛，是香港的国安法。香港国安法是规定安那咧？伊香港的国安的法庭啊，法官吼是特首指定的呢。是。特首拢听北京，伊敢会指定讲一个真正独立的法官。是。吼，所以这个 free trial 即马都无可能啦，牵涉到国安啦。是。而且即马这10个人，毋是伫香港，是伫中共啊吼。对，所以迄个可能性搁较低啦。所以咱嘛看到讲吼，真正。这个国际声援有，但是北京就是无要甲你信道啦吼，拢是安尼这个部分。但是国际声援是有必要的啦，有必要的，因为大家愈关心吼，这个人的这个伊的人权吼，伊安那吼，这个人伊才有迄个继续去奋斗吼，
生存吼，这个意志是又受到大家这个安慰、鼓励、支持。伊则袂讲伫这个环境之下吼，伊就放弃。是我感觉这个支持是真重要。另外就是讲共产党伫处理这案件的时阵，伊嘛会考虑到讲国际吼。这个压力，国际这个现象，伊嘛尽量去做到讲，互大家较上少可能嘛演较水的啦。是，咱嘛看到讲王毅吼来去到欧洲访问时阵，罗冠聪拢对调吼，直接做一寡这个抗议。其实伊嘛是真侪媒体甲问啦吼，你若是相信讲这个香港会当行民主，会当等偌久啦吼？伊讲一世人伊嘛愿意等吼。相信咱看到伊会铺这篇文章，也是讲铺这张图吼，嘛是毋茫讲所有人继续来支持香港这个议题，互社会搁较认捌这个议题嘛，为香港来继续发声啦吼。毋茫台湾人嘛继续来挺香港。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嘛感谢同亲好朋友收看，咱马上再会，拜拜。罗冠聪，伊伫欧洲咧做的，就是要继续啦吼。